每日声音的旅游业是得发挥专长才情的素材，许多人过善忙呢，为始终声音的消除障碍，安尼伊能路使得本人看到伊能的价值。除了头多看到嘅特殊时期，始终声音的出社会嘅，当然也是得做几多事情，只系社会有办法提供韩国无障碍嘅环境，一般人做得有韩国多位想象么？比如讲，始终者嘅基材、义工都一定好哦。故所像钢琴调音师、电脑工程师、客服人员也都伊能如是的做啊几好。特别是始终者家长协会都针对多样嘅业别来开培训课程，训练工法的优良也都。更加伊能限制呢全台湾第一只针对始终朋友嘅电子商务平台，由始终者来做后台管理。安尼木铺嘅人，提名如何买东西，如何韩国顺序。因为也希望有韩国多位企业是得提供多样嘅创业机会，始终者也是得发挥伊能的能力。白马星空，你来来去去，目珠头前嘅一条草way、一条树way都清清楚楚。系讲有意义也讲嘅世界，好点点嘅变多无所抵达，唔会讲梦咯。因为我就会这个发现自己的那个目珠哈越来越差嘛，那就是前面会有一层雾啊，那就是发现好像眼睛这个好像生病了。我以前是画画，都是画室内设计啦，或者是建筑设计。那以前在公司哦，不管是在室内公司还是建筑公司，都非常受到老板器重。可是眼睛越来越差后，就影响了我画图啊，再加上当时的公司经营不善，就离开公司以后，我几乎都是找不到工作。视力退化，规个生活就变态。冯云清为前条路行到哪就冲病，不过佢还有四个声音呢，故所佢拿出精神，爱来切哪有条路好做。结果发现我的眼睛就是那个重度视障嘛。那然后医生也告诉我要为以后做好准备，因为我的眼睛是在不断的恶化中啊。结果我一直在想说，我以后到底要做什么，我不知道。然后想想说，我蛮喜欢玩音乐的，我不想去做按摩那种工作，那个对我来说不适合。所以非常感谢政府这个安排了这个视障的调音的训练课程，那这个至少也可以帮助我，也帮助我的家人这样子。好，我先帮你拿音叉，这样来对对看哈。好，你负责拉就好了。对认识讲奇咩基本基础、好调音，还有爱用嘅类章也到。一般目珠好好嘅人，太过培训一年就做会得。不过始终者至少规划2批较长嘅时间来学。他们听音非常好，所以其实用耳朵的练习会比我们明眼人快非常多。以这一次的受训，云清的部分，它是还有些，他们是后来视力才退化。它还有些微的视力，所以他们可以搭配，就像我们以前在学的时候，他们搭配调音器、示波器这样来练，好，这样效果会快很多，会节省很多时间。认识阿云清含溜溜的看得到，故所做得用示波器来训练。不过佢唔单唱有冲突失踪，其实含溜溜的听唔到。故所调音先生每天撇高技，爱用的保护堂地，怎唔会又再个送到？他们已经没有视力的部分，然后耳朵又因为这个工作，耳朵又听力又受损，这样也蛮冤枉的。为了开发这种，然后耳朵也受损，这样，所以我们也在思考什么样的方式。而现在国外的一些调音的方法，其实已经把手的动作放轻了，不需要这样一直撞击。最后那1-2下，你可能同样弹10个音才调准，
最后的那一下两下把它打，稍微打，加上右手的动作，那个绑的动作，会比较加强这样的练习，然后这样相对让他耳朵的负担减轻一些。四种调音培训课程，泰国规培训1440點鐘，考到證照就做得入室。來到林橋國小嘅音樂教室，伊個四種調音師同上述嘅老公協過嘢插下來，準備為調音。調音師劉文祥出世中央市，下後又認真評辨，變到全科唔多。佢同好音樂，太好係好國樂。出社會過後，是做過按摩嘅事。第三波團體嘅小姐下參加調音培訓課程。按摩是比較耗體力，然後時間也比較長。然後調音這個部分是時間比較自由，時間上比較好掌握。這樣子，我是覺得比按摩還要來得還要有成就。這樣子。未認真阿文上係全科唔多，故所冇辦法用調音器來聽練習。共協有88隻鍵，200人調弦，見聽錯過一張音，總可以牢記配下來。因為一般人學調音，剛開始都用機器來練習嘛，我們視障朋友看不到，所以一定要土法煉鋼，用耳朵去聽。但係聽久了，當然會累啊，所以練習的時間比一般人還要多很多。一般四種調音師，佢接安尼家下係用民盟合作嘅方式，咪就係有一個目足正常嘅行政人員來統計共下去。其實我進入客戶家裡面，因為你自己想想看，我們家的鋼琴上面可能都擺了很多東西，我們家的這個空間可能通道不一定是這麼的順暢，就是說他對這個空間是陌生的。所以我們必須就等於說，透過我們自己本身告訴他，這個空間，然後鋼琴上面有沒有東西在，有沒有一些危險物品在，這個鋼琴乾不乾淨？共用係四種調音師嘅健胸器，一張書拿定調音棍，另外一個書係緊啲嘅靠琴鍵，為詳細嘅音，前面還會彈一條機動上書嘅曲嘅來控音有準冇。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自己弱势族群本身自己就是也要能够就是勇于出来跟大众互动这样子，然后就是展现，就是适当的展现自己的能力这样，能力才华这样子。其实就是让等于说让社会大众说更认識我們，更能夠信賴我們，說我們是有能力，而不是說就是只是博取人家的同情這樣子。家頭唔希望共同弱勢，家頭就會退表。故所以到四種朋友會同出片參加導用嘅這類培訓，將佢一下1到2減少為啲名站鋪賣東西。2015年10月呢，未有四種團體成立嘅天子商務平台，為成立係認真同到四種者為啲一般嘅天子商務平台賣東西，總係知道都唔順勢。按鈕無法使用 ，Decrease 編輯區可自動完成，一按鈕無法使用 ，Increase。使用者用蒙用電腦還有語言溝通軟體，就做得點名頁來看。唔過啲賣東西嘅名站鋪圖未係重點，一般常為一般人設計嘅名站，使用者就都能了解，一下看到嘅係乜嘅東西。瀏覽網頁的時候是需要有一個雙向的概念，就是我的軟體只能閱讀文字的部分。那如果以圖片來說，它如果沒有加替代文字，那我就只能知道它是一張圖片，我根本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所以那是變成說在設計網頁的人，他也必須要能夠有提供替代文字這樣的功能，那加上我的這個可以閱讀螢幕上文字的軟體，然後兩個去搭配去配合起來，然後才可以讓視障者去流暢的使用電腦這樣子。啲名站鋪賣東西嘅方式慎重同價，一到企業未到過天子商務兩位嘅人才，必到過本四種朋友能擺行卡好前條路，三個團體成立嘅賣東西嘅名站，培訓四種天子工程師，還有客服人員。
名站媒体说，就会点落去看的画面，就动作嘅唔会复杂，当个嘅图都有详细文字解说，安尼使用者同样就了解得到商品嘅内容。每包代茶注入90%、95%，但其已保持茶叶鲜度。采用铜板制贴纯铝不可缺紫外线，避免好茶变质。最新固定技术。所以，就是希望借由这个电商平台的建立，然后可以提供，就是让视障者可以有一个比较便利、可以流畅购物的一个平台。那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开发的过程，然后可以让其他的电商，如果说之后还有要再继续改善，或是说新的电商平台要建设，那可以参考我们这一个平台的做法，那可以让我们也可以让我们视障有更多的平台可以使用这样子。它不但是帮我们做一些网络的这些防毒啦、管理啊，甚至于硬体的维修也是他们啊。所以这些年我们甚至开拓了这个电子商务平台。那这个商务平台的不是说我们表面上只是说电话服务而已，他们整个后台的管理，包括防毒啦，包括以后的大数据啦，包括一些软体的撰写，都是全盲的视障者在做的。那我觉得这一块的领域蛮大的，包括无障碍网页的这些设计跟测试，都是他们可以做的。就台湾视障者就业这类来讲，按摩将美太亏三上。不过其实视障者未做得程度，克服自家兴趣嘅职业，还做得同正常嘅人配合来做事。就国外嘅视障者就业量来讲，就有300-400种。政府团体希望，比类企业做得结合自身无障碍，开放更加多就业嘅职位。安尼视障者就做得证明自家有能力做各项嘅投入。